来乡亲啊，食甜嘛真唔好哦。有袂少人逐工一定爱啉一杯手摇的饮料。专家讲，爱啉这个含糖的饮料，血内底的尿酸值会愈来愈悬，唔那真会带着痛风，嘛真会引发着糖尿病，而且未来洗油脂的几率嘛对咧提悬。 像我后面这样一整排的饮料店，随处都可以看到，不少人每天都要来一杯手摇饮，但小心了，不止吃太咸，如果喝太甜，肾脏病也可能会找上你。在代谢的过程当中，会产生一个叫腺嘌呤的东西。那腺嘌呤其实就是普林的一种。那这个普林一增加，当然会增加尿酸。其实它对肾脏的影响还有3方面，一个可能是直接伤到肾脏小管、肾小管。 一个就是引起尿道结石，去堵到那个输尿管。珍珠奶茶、咖啡、甲饮料，这真平常的有糖的饮料，含真济番麦果糖，嘛对肝脏造成负担，嘛提悬胆固醇，引起三高的问题，这拢会间接造成油脂的负担。 依照2018年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，干那20岁以下的青少年，第2型糖尿病就比2009年成长4成，而且还伫增加。 若无希望油脂出问题，专家讲，除了加啉水、加运动、增加代谢以外，唔通食伤咸、伤甜的饮料，嘛唔通啉。